这款牛肉的确是需要10公分的铁板。陆总，你让大伙等了你2个多小时，为了吃顿饭，又让我多等了半个小时。这个时间够我为公司再多收购1家酒店。难道你觉得自己比日本兵库县的淡马牛肉还重要吗？辛苦你了，你已经被解雇了。对不起。等一下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道歉。你说完对不起，我还要装成宽容的样子，为的是让你的心里好受。可惜你连1家像样的酒店都没有帮我买到。